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。艾希利運輸及物流局於2月6號公布運輸策略藍圖，預計首批持牌網約車平台最快可以喺今年第4季正式開始營運。藍圖分別以響旅程、連都市同埋活出行3大主題，勾畫出香港未來20年交通運輸重點佈局，強調以人為本嘅理念，改善乘客出行體驗。藍圖指出，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喺公共交通服務中扮演輔助角色。喺2024年底至2025年初嘅需求調查中，每日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嘅客量為88萬人次，的士同網約車比例為4:1。藍圖中有提及，政府當局會持續透過唔同措施提升的士服務質素，改善乘客出行體驗，促進的士行業嘅健康同可持續發展。喺規管網約車方面，局方表示目標於2026年上半年將附屬法例交俾立法會審議，預計首批持牌網約車最快喺本年第4季內開始營運。未來日子將會由的士同網約車共存互補，政府亦都需要致力透過一地多用、自動泊車系統等一系列措施，務求增加泊車位供應。今年將會達成舊年所定下咗2年內新增超過1.2萬個私家車同商用車泊位嘅目標。亦都會開展新一輪嘅泊車位供求嘅研究報告，全面檢視政策方向，尤其係喺商用車嘅停泊情況同埋需求，長遠做到商用車輛夜有所泊。喺科技應用方面，當局會緊貼大數據同人工智能發展，推動數字化交通管理，包括將籌備喺市區內首個交通管理平台試點應用項目，向公眾提供更多更實時嘅交通資訊，以方便公眾規劃行程。政府會成立由運輸署署長主持嘅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，跨部門聯同行業持份者，審視無人駕駛車輛嘅進度同需求，訂立無人駕駛載客營運嘅路線圖。並會就電動車、無人駕駛車嘅測試備件同埋車輛類別，以配合無人駕駛車邁向商業營運所需要嘅牌照安排。政府會喺今年內爭取陸續推出多個無人駕駛車跨區項目，包括推展到東涌、機場同埋啟德等地區項目，為邁向無人化新階段踏出重要一步。網約車平台 Uber 公布計劃喺2026年內將無人駕駛的士 Robotaxi 服務擴展至香港。香港有望成為亞洲首個引入 Robotaxi 服務嘅市場。Uber 目標喺2026年底前，於全球最多15個城市提供 Robotaxi 服務。Uber 表示將會同早前公布嘅合作夥伴共同推進相關計劃，包括已經獲准在港測試無人駕駛技術嘅百度集團。百度副總裁、智能駕駛事業群組海外事業部總經理楊南表示，運輸策略藍圖為香港智慧交通發展指明咗清晰方向，展現咗特區政府嘅遠見與決心。香港作為全世界道路網絡中最複雜嘅右軚駕駛城市之一，香港擁有開放嘅政策環境同前沿嘅科技資源，係孵化無人駕駛業務嘅寶地。百度集團將會非常期待繼續同特區政府同埋各界合作，共同推動香港智能交通體系建設，幫助香港發展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嘅科技出行示範中心。楊南進一步指出，喺香港運輸及物流局、運輸署等部門嘅專業指導下，令到百度集團嘅測試工作得以穩步安全推進。香港作為蘿蔔快跑喺右軚駕駛市場嘅首發城市，佢嘅成功經驗將為我哋喺全球範圍內嘅技術推廣提供重要參考。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